台湾的加热烟呢，伫今年10月11的时阵正式来上市啊。也毋过目前呢是敢若2间业者14个即个加热烟的品项，甲4种组合的零件，是有通过健康风险的评估甲审查。中华呢最近是来消费3000多条这对国外违法炸转来的加热烟。中华这卫生局嘛提醒民众，若准违法对国外炸这加热烟入境，安尼依法上重会当罚到500万。一盒一盒的加热烟，拢是违法为国外炸转来的。新形态的烟草产品出价800款，台湾加热烟嘛，伫今年10月正式合法上市。但是目前敢若有2间业者14个加热烟品项加4种加热器合法。中华最近就来消费3000多条为国外违法炸转来的加热烟。那这一次的销毁的那个加热烟，其实都是来自于民众。就是出国的时候入境携带进来的，那总共销毁的总数量是加热烟大概3114条，那加热器大概有24个。中华卫生局表示，即届为台北县、基隆县、台中县、高雄县点到3000多条违法的加热烟，拢是户籍设伫中华个人早入境的，依照烟害防治法会罚5万至500万。当时基金会烟害防治中心嘛指出，新形态的烟草商品利用包装口味成人目，因为较无烟草味，就有人认为对健康较无危害，这拢是错误的观念。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是第一个，加热烟它不会降低健康的风险危害；第二个，也存在某些特定的毒素，它甚至比传统纸烟还要高。那我们一般大众因为它没有浓厚的烟臭味就误解了。当时基金会表示，加热烟甲传统纸烟同款，拢有尼古丁会互人厌烟，嘛有焦油、甲醛、乙醛等等有毒甲致癌的物质，更加无帮助戒烟的作用。基金会嘛提醒，若想要戒烟，就要找专业的合约医疗机构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